Hello，我是马一大姐，今天带你们看在满家乐550平方米的空中豪华洋楼，6个停车位，最大的阳台和双层高的天花板，所有的房间设有自己的附加浴室。是的，这是在 Montclair 能找到最大的单位。坦诚地说，它不是沿着满家乐 Montclair 的主干道，而是在满家乐的北侧。这个项目 Papyrus 密度低，超近法国国际学校以及未来的快铁 MRT3于蒙特拉站。它位于路的尽头，只有一个出入口，但也意味着交通或杂音会减少。在我看来，这个开发商的项目是非常适合购买自己住的。当然还有比较小的单位，面积为114至232平方米，每单位至少有2到3个停车位。我特别喜欢某些单位的阳台尺寸是特别加大的。发展商也费心在小区内增设了溪公园作为设施的一部分，并承诺不高的维护费。项目的简介如以下。开发商 Kajaya Prospect 在高端商业和高层住宅建筑方面拥有20年的历史，也是上市公司哦。他们也是制造灯光设，并提供厨房解决方案，例如以下。好吧，大家去展厅欣赏一下，想了解更多请私讯我。